各位乡亲大家好吼，也来贴片老乡亲朋友介绍客家的山歌。一般呢，通常讲客家民谣啊，就会讲客家的山歌啦。客家的山歌呢，包括呢有乐山歌、山歌子、响板、小调、牵丝文。有讲的呢，因为呢，讲人唱讲人的腔。讲人唱讲人的跳，故说有讲呢九强18跳，将来喺台湾啊，就有四海太平安的吼，有各种的腔来唱出来是无同样。因为呢，像嗰比乐山歌嚟讲啊，以前啊都山丹鼓唱，冇伴奏，就讲压着山头唱几只山头，故说唱较慢，人家弹得多，一唱铁架，人弹唔是唔唱马街，呢种是冇伴奏，慢慢的改变到也个山歌子了，山歌子老多山歌，唱了就拉到咪三只音的。故说呢，改过乐山歌，乐山歌改过也山歌子，山歌子呢就会乐山歌来，故说我们乐山歌子。后面呢，在100年来呢，才演变成有一个平板。平板呢，其实哆来咪发嗦拉西哆，从大音的拉到咪，但是就冇发嗰只音，哈。至于小调呢，就可以讲呢，也一般速度平均差不多就是70左右啦，差不多也较好唱，也较好顺，好，不说按样来，因为贴个做老乡亲朋介绍个了。客家歌谣的一个词啦、文字啦，还是变得当旧年吼，加上呢，因客家人的智慧啊，还有那个太自然的东西呢，还有能下出来呢，也属于歌的。再讲呢，以前的山歌啊，你讲呢，通唱的时间呢，当单挑哦，换个气味。迄种有时呢，有时么两啥呢？互通，因为呢，客家人较含蓄的吼，迄个用来唱歌的啦，用来呢，用个转折玩的啦，表示讲呢，对方的好感的时间啊，还有对唱的时间啊，有互通，还有呢，千多分呢，可能啊，会给到好语言。一来哈，为他了，坐姿匆匆，双双起来，坐姿匆匆，双双起。好，调兵匆匆，水中间，调兵匆匆，水中间。好，甘蔗匆匆，结红麦。甘蔗匆匆结红麦，皮带匆匆在身边，皮带匆匆在身边。好，每站每皮带匆匆在身边呐，对哟嘞，每站每皮带匆匆在身边呐，对哟。好，有时咧就唱下来哈，来。来，坐姿匆匆匆匆天，调兵匆匆水中天，甘蔗匆匆结红麦，皮带匆匆在身边，每站每皮带匆匆在身边呐，对哟。好，也就喺头啲拖呢度哈，係啦，天一拖呢嚟哈，四妹嚟哈。马盖烟烟在天边，马盖烟烟在天边。
马改炎炎水中天，马改炎炎水中天。好，马改炎炎结红麦，马改炎炎结红麦。好，马改炎炎麦面前。马改炎炎麦面前。好，果长果，马改炎炎麦面前哪儿有来？果长果，马改炎炎麦面前哪得有？好，一吞嚟學，先可以嚟唱下。来，马改炎炎在天边，马改炎炎水中天，马改炎炎结红麦，马改炎炎麦面前，果长果，马改炎炎麦面前哪得有？好，也从阮写来了哈，来一句句来了哈。月光圆圆在天边，月光圆圆在天边，河阳圆圆水中天，河阳圆圆水中天，月亮圆圆结红麦，月亮圆圆结红麦。好，姜子圆圆麦面前，姜子圆圆麦面前。好，麦长麦，姜子圆圆麦面前哪得有来？麦长麦，姜子圆圆麦面前哪得有？好，而家嚟寫啦，嚟唱下。来，月光圆圆在天边，河阳圆圆水中天，月亮圆圆结红麦，姜子圆圆麦面前，麦长麦，姜子圆圆麦面前哪个有？好，又就请你可以看了哈，一天機四枚天意四來，香港長股睇下聽下嚟哈，係四枚旁邊嚟哦。個團多無簡單的，阿哥團多無簡單。好，男生，路麥上來搶天線來。路麥上來搶天線。好，接下去合了哈。兩意言分天主體，兩意言分天主體。好，將來嘅事何應言？將來嘅事何應言？好，何贊何？將來嘅事何應言哪得有來？何贊何？將來嘅事何應言哪得有？好，現在可以團中下來哈。來。阿哥團多無簡單。路麥上來搶天線，兩意言分天主體，將來嘅事何應言來？何贊何？將來嘅事何應言哪得有？好，按照這文字的書哈，壓力兄弟都沒
哈，各创各的哈，好，会对唱的部分做共演唱共演的了哈，今天要合作合了哈，来听下来哦，上头冲动迷哦，万字类主歌的哦。来。马盖长长放上边，马盖长长水中间，马盖长长给红来，马盖长长在身边，多长高，马盖长长在身边哪儿有？好，起来呀！面光艳艳在天边，火亮艳艳水中间，月亮艳艳夜红满，样子艳艳在面前，每张每样子艳艳在面前哪儿有？将来变身和音乐，和战火将来变身和音乐哪队友？马盖长长冲上天，马盖长长水中间，马盖长长给红来，马盖长长在身边，我想东马盖长长在身边哪儿有？手指长长长长天，脚边长长水中间，刚强长长给红蓝，一代长长在身边，我将我一代长长在身边哪里有？
天